Hello，大家好。昨天的不勒尔空投呢，想必很多的人呢都有大有收获啊。今天我们来谈谈在 AI 领域的一个机会。还没有关注呢，可以点赞关注一下。AI 呢和加密货币都是当今世界重要的一个技术领域。首先呢，加密货币呢可以作为 AI 模型训练和开发的一个资金来源。很多的 AI 公司通过发行加密货币呢来筹集资金，以支持他们的研发和业务扩展。那其次呢，区块链技术可以作为 AI 的一个技术一个平台，提供安全和去中心化的环境，以保护了数据隐私和安全性。那此外呢，AI 就是可以作为加密货币的一种应用，如通过使用 AI 来改进加密货币交易所的一个交易效率和这个安全性。或者呢使用 AI 技术来预测加密货币价格波动性。那么你知道目前有哪些加密货币和 AI 有关系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c e n t r a l Rate Light 这是一个基于这个区块链人工智能的一个市场，那旨在连接 AI 开发者和用户，以共享 AI 算法和模型，并为 AI 的开发者提供资金支持。目前呢，已经发行了 token 代码呢为 AGIX，那已上线的各大交易平台，包括了币安、酷科印等等平台并且最近呢一直在这个涨幅榜的前一啊。那第二个呢，就是 Fetch 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智能代理网络使用 AI 技术来实现自动化的决策和交互，那旨在提高各种设备之间的一个互操作性和这个数据共享。目前呢，也发行了自己的 token，那代码为 FET，已经上线了，包括币安还有 Coinbase 等等各大平台。那第三个呢，就是Cortex，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智能合约平台，旨在将这个 AI 技术集成到智能合约中，并使其更加的安全和高效。这是一个比较老牌的一个区块链项目代编为 CTXC，已经上线了各大交易平台了。这个呢，在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平台都可以去找到它。那第四就是 Ocean Protocol，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交换协议，使用 AI 技术来帮助数据提供者呢和使用者找到共享数据，并通过区块链技术来确保数据隐私和安全性。那当然了，除了以上几个人工智能的区块链项目以外呢，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关于和这个人工智能结合的这样一个区块链项目。当然这里呢，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当然了，如果大家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去对以上几个区块链项目做深入的研究毕竟呢，这几个呢，应该是目前可能在市场上可能是算是一个比较名列前茅的也就是知名度可能比较高一点的。而且在整个的市场的流通量还有这个市值方面，可能都算是比较大的或者说比较稳定的。所以说大家呢不妨去对这几个代币呢进行研究，包括这个 AGIX 和这个FET，还有这个 CTXXC 和这个 Ocean 它的代币就叫 Ocean。第四个的 Ocean Protocol 呢，就是它的代币就是 Ocean 目前已经在币安上呢可以去看到。当然了，也可以把它，当然了，你也可以把它作为这个下一个牛市的这样一个你要如果说想去囤的话，你可以去做一个标的如果说你对这个二级市场呢比较在行的话呢，你也可以去把这个呢作为自己的一个交易清单。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话不多说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还没订阅红哥的频道的话呢，可以先点赞、收藏、关注。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